今日天氣晴朗寫到唔厭。冇試過叫小朋友講返件事，佢總係次序錯晒，又或者寫字總係寫錯寫漏。有啲小朋友閱讀時候會跳行錯讀字，唔好以為佢懶，可能係學習障礙。今日我哋就用簡單例子帶大家了解3種常見學習障礙。讀寫障礙係最常見嘅一種學習障礙，主要影響閱讀、書寫同語言處理能力。佢並唔係由智力、視覺或者教育水平引起，而係因為負責語言同聲音辨識嘅神經路徑冇辦法正常運作。字形變形困難，部首比例錯，位置不當，字形方向筆畫錯。接落嚟介紹2種有效嘅手法，及早介入，改善學習表現。部件識字法係將漢字拆解成基本部件，先從認識部件再組合成完整嘅字。透過觀察字左右同上下結構，小朋友可以加深對字形嘅熟悉度，亦方便記憶。介入手法2就係找不同。家長可以利用平板電腦或手機下載相關遊戲，或者購買相關書籍，同小朋友一齊揾出畫面入面嘅分別，從中訓練佢哋嘅空間關係同觀察力。閱讀障礙兒童處理序列資訊好難，字形順序認唔清，拼寫序列亂晒，難形成穩定詞拼，嚴重影響閱讀拼字表現。如果爸爸媽媽同小朋友一齊嚟故事書，學習會變得輕鬆同埋有趣好多。試下用手指出字句，幫佢跟住讀，令佢更投入內容。睇完一段可以發問，例如點解主角咁做？當孩子熟悉咗伴讀法，我哋可以進一步使用輪讀法。呢種方法可以加強孩子對內容順序嘅理解，亦都提升佢哋嘅閱讀自信。從前有個小熊，佢好肚餓，佢喺森林度揾嘢食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，終於佢聞到有蜜糖味，跟住香味行埋去。作為家長，可以透過唔同方法幫助小朋友理解故事內容。係一個示範。小兔仔行出森林，見到一隻大灰狼。你做大灰狼啦！好啦，而家諗。除咗以上方法之外，家長可透過額外學習套件強化學習效果。該學習套件建基於多感官學習、孩子共創以及正向強化嘅教育原則。順序好難，但係生活幫到佢，先彈牛油，一步一步，合起接伴，完成。順序學習由生活開始。閱讀流暢度可以影響兒童嘅閱讀理解能力。由於閱讀係文字解碼同理解字義嘅過程，提高閱讀流暢度可直接改善閱讀理解。有效嘅教學方法有幾個特質。首先，家長要示範流暢嘅閱讀，俾學生模仿。其次，要重複練習同一篇材料，加深記憶。第三，老師或者家長要即時俾到適切嘅回饋。要培養學生嘅朗讀流暢度。當聲音可以自然流利咁讀出一篇文章，口語表達能力會跟住提升。讀得順暢，學生嘅思路先可以專注喺內容上面，更容易明白文章嘅意思。要進行朗讀訓練，必須按學生個別嘅學習歷程嚟進行，從字詞到句子，睇到段落同埋篇章，逐步訓練，逐漸提升學生流暢閱讀嘅能力。親子共讀，提升閱讀。家長示範，孩子模仿。蝴蝶圖記故事，逐圖教背朗讀，認字流暢，開心學。陪住你一齊朗讀，開心學認字義。整合詞語表，準備朗讀，逐圖教導，認得快。玩具、水果、圖文對應，輕鬆學，提升流暢朗讀，認字提升，學習易。
注意力不足係一個好明顯，亦都好唔穩定嘅因素。當學生冇辦法集中精神嘅時候，學習嘅過程就冇辦法長時間專注喺任務上面。腦嘅共病情況亦不可忽視。研究指出，讀寫障礙同 ADHD 嘅共病率高達25至48%，同時有啲學生仲會出現對力性反抗症或者品型障礙。呢啲額外嘅障礙會影響臨床表現同治療。家長嘅日常訓練、理解同支持，確實幫助有閱讀障礙嘅小朋友進步。但呢啲訓練唔能夠全面解決問題。每個小朋友困難都唔同，有人讀得唔準，有人讀得慢，需要專業評估，然後訂立個人化介入。閱讀障礙嘅孩子所承受嘅壓力往往比常人多。研究顯示，7成半母親有焦慮，最擔心嘅係孩子嘅學業同未來。如果訓練不如預期，壓力就會更大。障礙唔止影響小朋友讀書寫字，仲會打擊成績同自信。長大後就業難，輟學同犯罪風險高，自尊低，人際差。最可怕係馬太效應，強者越強，弱者越弱。及早識別，及早介入，先能扭轉命運，提升學習自信同心理健康，讓所有小朋友都一樣擁有選擇未來嘅潛能。及早介入，無限可能。